国内验到苏丹红化妆品源头是新加坡一间公司进口的原料，拢总11间业者20项产品出问题。卫福部表示，已经甲原料进口商罚500万，冇发函予新加坡，不过对方无回应。我们本来是有18个化妆品被下架，今天早上已经增加到20个了。 苏丹红化妆品问题继续拖烧，对2年前的食安问题，到今嘛已经影响到化妆品、头妆用品，引起社会关心。拜三，卫福部伫立法院社权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，有立委认为这寡苏丹红会流入市面，甲卫福部放任化妆品的审查机制有关系。你们从113年7月哦，你们化妆品本来是许可制啊，变成是登录制。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制度上的一个转变呢？这样的转变会不会变成是另外一个破口？对此，卫福部澄清，订立制度是参照欧美、日本，基本上制度是无问题。这个会出问题的原因是苏丹红的进口商预防企业无确实订立用途。我看起来也难以管到这一家，因为它其实就是参为假冒，是一个诈欺的行为。它登录进来的时候是植物着色剂。 所以它的用途不见得是只是在化妆品而已。卫福部表示，目前已经发函新加坡，不过到达也未收到回应。食药署嘛已经冻发原料进口商500万以上发办，会继续查检下游的12间出问题业者商品，未来也会甲苏丹红列做重点的查检项目，确保民众的安全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